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牧师要甲大家分享一个消息，就是如果你若无方便来到教会，甲大家做伙礼拜的时阵，你也当伫厝里透过网络直播来看教会的礼拜，甲大家做伙礼拜。所以这时阵，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安怎来收看双连教会的网络直播。第一种方法，你会当到脸书、Facebook 来找双连教会。你当拍双连教会，就当找到双连教会的脸书，然后你拍开这脸书了后，你来按赞，或者是伫这个画面顶面有3点，试了，试到这个追踪，安尼你就当伫每一礼拜的主日早起时，收到当日礼拜直播的收看的网址。这是第一种方法。第二个方法就是你请大家拍开 YouTube 的影片，搜寻双连教会直播，选择迄一周的节目来观看就会使。第三个方法，你会当到双连教会的网站，找到这影音专区顶面的零距离直播，来点选入去，就当观看。第四种方法，请你会当扫描这个 QR code， 就当连接到收看的网址。4种方法，你拢会当选择其中一种方法，就当伫厝里，甲大家做伙来敬拜上帝，愿上帝祝福保守看顾大家。